我不要问题和障碍，也不想受苦，仅仅祈祷佛陀，就能获得完美无忧的人生吗？当然，假如认为仅仅祈祷佛陀或文殊师利，一切就会自然发生，这是错误的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是的，你必须祈祷，必须获得启发，阅读指示且理解法道，之后你必须自己去做。做的时候，你会遇到障碍，或者随便你怎么定义它们。你必须努力克服这些事情。仅仅因为你已开始追随佛陀，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会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。事实上，我们作为佛弟子而言，痛苦、苦难或不满可成为一种礼物或珍贵之事。没有痛苦、苦难或不满，就没有佛法；没有所遇到的问题，就没有机会应用解决方案。这样，我们的痛苦、苦难或不满就成为佛法践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。当然，践行佛法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我知道一些佛法践行者其实在为自己祈求受苦。他们为何这样做呢？因为当恶业耗尽，一切都100%清净的时候，这就是获得证悟或觉醒的时候了。每个人都积累了恶业，如果我们想恶业清零，那受的苦越多越好。减少我们恶业的天平端之唯一方法，就是通过恶业的耗尽，这就是业因果法则的运作方式。因此，我们受的苦越多，过去的恶业就会消除的越多。而且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积累福德和践行慈悲心等等。如果没有疼痛、痛苦、苦难或不满，就没有机会践行慈悲心。如果无人对你尖叫、大喊大叫，就没有机会对他们践行爱、理解、耐心。我并不是说你应该去找那些会对你尖叫的人，但通常而言，对方给你带来的问题越多，你自己克服这些挑战且践行佛法的机会就越多。重要的是要明白，痛苦、苦难或不满并不全是负面的，不要这样想。第43任萨迦法王，摘自文殊灌顶前后的佛法谏言。